隨住新盤貨尾存貨減少，近月新盤銷售稍稍回落，不過市場上就接連錄得新盤高價成交，反映近月樓市係價升量跌嘅格局。昨日再有新盤錄得新高價成交，嘉華國際位於北角新盤家居天后剛售出天際特色戶，售出為物業30樓 A 室單位，實用面積857平方尺，三房連主人套房設計，成交價高達2980萬元。尺價達34,772元，創項目售價及尺價雙新高。據悉買家為本地客，因鍾情項目地理位置優越及方便，加上預計於年底前入伙，故購入單位作自住用途。項目至今已累售73伙，僅餘下最後一伙連天台天際特色戶待售，相信尺價勢必再創新高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